回忆录碟藏文阅读教材录签堂波第一课硬吹康巴我们的房子迪耶康巴耶这是我的房子耶康巴拉托泽逆月我的房子有2层楼我康贝囊拉对基月我住在房子里面耶康巴拉康命那月我的房子里有5个房间康命吉塔仓蕊一个房间是厨房塔仓囊拉卡拉手基月在厨房里烹煮食物耶康贝囊拉脏妈手基月我经常打扫房子内部的整洁硬吹康贝囊拉加拉芒波下基月我们的房子里放置着很多物品年康拉年气几月我的寝室里有1张床康贝短土美豆炖热洋月房子的前面也有花圃硬吹康贝苏土热路起勒热西江月我们房子的旁边还有1个羊圈生词硬错我们康巴房子迪这蕊是托泽楼层月有在囊里面加对基月正住在康密克房间吉1逆25特仓厨房卡拉索煮饭烹煮食物脏妈索打扫清洁加拉克物品东西莽波许多狭克 joke 放置涅康寝室卧房涅气床凯瑞伊短土什么的前面梅豆克花朵炖热花圃菜园凯瑞伊苏土什么的旁边热路克羊勒扎牲畜圈吉切虚词
gi、ki、ki、i 和合并音节的 akiku i， 在句子中读轻声。第6转声属格的，度、图、如、素、拿、ra、啦，在句子中读轻声。拉类格第7转声一格，在于 gi、ki、ki、i 和合并音节的sa。第3转声作格，主词标示作格，加上及物动词，动词加属格加存在动词，表现在或常态。姜、羊、昂，市集词、颜色词，也、又，虽然、但是。名词加上 jik、sik、sik， 形等虚词、不定冠词，某一个或某一些。积吨，词义。토직， 楼层。토소림제기康巴，屋顶层层堆叠的房子。탑仓， 厨房。칼라소사， 烹煮食物的地方。康密克，房间。收碎陪具东居康琼，将各自运用的小房间。jalak， 物品、东西。탭탕 뉴굴라 소바， 书本和笔等等。둠자， 花圃、菜园。메도망보뎁유라와， 栽种许多花朵的区域范围。종책， 作业。샴세치와남라렌치， 回答下列的问题。키랑키康巴拉토제 가최외， 您的房子有几层楼？ 키랑키康巴拉康密가최외， 您的房子里有多少房间？ 키랑키 년치강라 수년키레， 谁会睡在您的床上？ 키랑키康杯短土康月，您的房子前面有什么？ 키랑키康杯리모西奇，描绘一幅您房子的图画。